我係 Mert， 我哋 Mitsubishi Elevator Europe 做系統工程師。我主要負責嘅工作係網絡安全同基礎設施管理。我哋 Mitsubishi Elevator Europe 係生產升降機嘅公司，我哋都會確保佢 Benelux 地區維修同保養升降機。除咗啲，我哋嘅 Fender 都有生產線。我哋公司大樓大約有60個人，生產部就有30個人，佢哋負責生產、製造升降機零件同埋組裝。跟住我哋仲有大約100個人，佢哋喺 Benelux 地區幫其他公司維修同修理升降機。我哋 Mitsubishi Elevator Europe 大約有200部流動裝置，仲有大約80部 Windows 同 Linux 伺服器。我哋用咗伺服器去追蹤嗰200部裝置，確保有齊所有需要嘅資料，令佢哋保持最新狀態，同埋記錄日常工作入邊嘅任何故障。要有嗰個安全嘅環境去生產升降機，好重要，因為公司成日都要處理數據輸入，所以我哋都要確保公司嘅安全。除咗喺資訊之外呢，我哋仲有從升降機本身收集翻佢嘅資料，例如用咗幾多次呢，用咗幾耐呢。有啲成日打電話去消防局，打得多唔多，或者打得耐唔耐，通常喺邊度發生得多，同埋所有應用程式要人手將佢哋全部整合成一份報告，其實好花時間。如果有方法可以自動生成一份報告，就可以睇翻好多精力同時間做翻日常工作。佢 MateSwitch 我哋已經用咗 AddAudit Plus 2年。當我哋需要一個方法去整合我哋嘅日誌諮詢時，我哋就揾去 Manage Engine 嘅合作伙伴 CBA Benelux。CBA Benelux 咧就介紹咗我哋認識嘅建築英屋嘅介紹咗而且同我哋嘅 AddAudit Plus 都好夾。之後 Manage Engine 咧，佢哋俾咗我哋嘅 Log360 應用程式嘅示範。示範之後，我哋內部都有討論過，睇下對我哋有冇幫助。最後我哋決定呢個係一個可靠嘅應用程式，而且絕對可以對我哋嘅數據工作帶咗好大影響。一實施嘅 Log360，我哋即刻見到有好處。例如而家我哋可以喺 Firewall 上面記錄我哋嘅網絡交換機，喺我哋嘅 Firewall 入邊，我哋會記錄所有入同出嘅流量。有啲資料，我哋就可以做審計分析。用 Log360，其中一個好處就係有 UEBA 可以追蹤內部威脅同埋數據刪除。例如，如果有檔案喺你嘅伺服器洩漏，或者有員工喺非辦公時間登入，我哋而家都好期待 UEBA 入邊嘅風險分數自訂模型。有冇呢個功能，我哋可以偵測到異常行為，從而令 Mitsubishi Elevator Europe 更加安全。用戶喺非辦公時間登入活動同賬戶鎖定，我哋都可以用 Log360 嘅管理。我哋都用 Log360 去監察 DHCP 日誌，例如租約續期同 DORA 程序。我哋會追蹤用戶管理、路由管理同 GPO 管理。如果我要形容我用 Log360 嘅經驗，真係幾好，佢幫我哋減輕嘅工作量同壓力，我都好推薦大家用 Log360。佢實施階段 Manage Edge 都好有彈性，會根據我哋嘅 Log360 環境作出新改動。Log360 有齊 ISO 27001審計所需嘅控制項，我哋會用嘅產生同提交審計報告俾審計師。如果要我講用 Log360 有咩3大好處，第一就係佢哋有個好快手嘅支援團隊，成日都有人隨時幫手。